全国大罢免失败，这民进党来大检讨，外界面就互人点名应该爱负责。不过在野就批评民进党，敢若会晓掠外界面来堵笑，煞唔敢批评总统赖清德，还有行政院长杜英台。 大罢免的结果失败，民进党内一直传出追究责任的声音。立法院民进党团即马传出干部被请辞，互人认为是要逼总调关建明下台。立院立委林淑芬批评党团变作一言堂，郭国文批评关建明对破坏现金的问题集团性质。提出关建明27伫 FB 破文附一张圣诞大剧的相片，写本是唐君生相煎何太急，大罢免是用尽一切可能要互国会过半，那有唔对？ 柯总召能够审时度势、知所进退，他的回复不要再是谢谢指教，而应该是谢谢收看。除了互外界点名是上大的战犯，关建明也互共党的立委王世坚批评，才知影进退，未逼其下台。内阁全面重新改组，而柯建铭委员也应该知所进退。 负起政治责任，这是我在7月26号晚上所说的话。我的想法没有改变。不要只聚焦个人，民进党团大家坦率的来讨论意见，我希望都是着重于制度。 民进党团干部定组将会是立法院新会期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。早期将做回立法院副议长，互人认为是总调的适合人选。因那苏家辉，大家看好伊会当接干事长。 承担是大家的，是大家需要你才有你承担的问题嘛，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由我回答。党内比我适合当干部的人有非常的多，那现在的困难确实是我们应该要集结众人的智慧，以及运用民主程序来化解彼此的纷争。早期将讲总调就要明年2月才改选，是不是承担这个责任，应该由党内需求来决定。因那苏卡辉是认为党内有更加适合的干事长人选，第即嘛。 党内就要先团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